我 always 我都相信哈，这个嫌回人再是买回人啊，好，是这样一个情况。那因为我没有进来台彩之前，当然因为我也不知道是中奖人是谁，对不对？那所以当然在难免心里面也会有一些的不一样的想法。因为我印象中我第一天嘛，2018年1月2号进来的第一天，大乐透就开出头奖，这个真的是好像是新官上任就是要送财。是这样的感觉，哇，怎么开出来了？这是运气的问题，跟机会的问题，几率的问题，这在谁也没办法去做任何的控制。那我是因为职务的关系，是少数可以见到这个中奖人2年半，从我手上的接待拨出去的应该那这样子是应该是52个。对，一个台东，一个是基隆，没有来连的。那每一次见到他们其实他都跟我们一般人一样，中奖人其实也不会有什么特别的打扮，就是跟你我看到的人就是你中奖了，就是一般的。那他们也不会认为说他们自己就是会中奖，对，然后反而更多的人都认为说他从来都不会想说他会中奖。就是也跟我们的现在的状况一模一样，有的人非常的淡定，那有的人是大部分的人就是很开心的，那也觉得说哇，这个梦真的是真的，还要带进来领的时候才说真的是真的。要不然他之前有的人睡觉睡不好这个半信半疑。对，都还在有的时候是做梦，很多人是这样子跟我讲甚至他的配偶不相信，不太相信，真的来领了以后才知道，见了面才知道这是真的。分享过程里面，他们最常跟我说的。当然也是希望我也跟社会大众分享的，就是有买才有机会。所以这简单的几个字，这个真的是财神爷要送钱送给你的时候，不要变成是你连彩券你连买都没有。我见到的人很少说他以前都没有买，现在刚买第一次就会中。第一次就中了，很少。但是没有这样一个情况。我没有这样的情况。我接见的客户里面没有这样。你看我的那一点都还没有对，这都电脑型的。那你是自己选还是选号是自己选还是电脑？自己的习惯。通常都是电脑选，中奖的大概70%都是电脑选的。那我大部分这样，有时候也会自选。我在2年多了嘛，到每一家的彩券行，我都会买个彩券。有时候他们就会认得出我。有的时候我就是假日的时候穿着便服，一个红包袋就代表着买一次到一家店去，那总共有大概615个，615个红包袋。有重复的吗？有重复，大概可能我在想有5到10个%，刮刮乐也有。我大概通常是500块，刮刮乐好像有中过1万块钱，刮刮乐过年的那个2000万的超级红包。这去年我们108年那时候8月份嘛，不是有一个高联购的吗？对，威力彩的，然后后来是到了20亿的，在台南开出来的20亿，那这个是我们集资自己去买的。那集资的对象我们也是很落实集资跟包牌。我们的对象有我们薛董事长，还有我们陈国士董事长，陈国士然后还有我们前任的总经理黄志怡，一个人出1000块，一个人出1000块，那总共4000元。那里面呢，我们有用系统8，我们就是用包牌，有没有然后有自选的，然后第2区1到8号，那就800块钱嘛。那总共买了有5组嘛，刚好是4000块，中了10100元，然后就一直就又要再凹下去这样子，凹到最后全部做公益。就是还在台南
当然想一定有想过了哈，我想本来就是一个希望嘛，一个 dream 嘛，那个实现自己的梦想。但我会觉得我会拿出大部分的精力